看你都瘦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说你不同意我拍他的话，我就把生米煮成熟饭。煮什么？生米煮成熟饭。我要告诉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，我就说你是我男朋友，说你虐待，说你有家暴，你会掉粉的。哼。好啊，我真的特别想清静清静。啊？去吧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？这叫职业操守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啊？不，少赶紧走。不是我这，你让我拍一整，哎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是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呗。来，你的拿铁。我不喝拿铁。不喝拿铁？我只喝摩卡。摩卡也有啊，我还准备了美式卡布奇诺、焦糖玛奇朵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我总碰到这种好事儿。怎么了，邵医生？我知道你为什么来，可是我跟你说过了，严静静的事不可能。哪能呢，邵医生？是你想太多了。我今天来呢，只是专门给你送一杯咖啡而已。来，拿着。小邵不错啊，一大早就有人送咖啡。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吧？啊？没有，真幸福啊！不是这样的。真是的。我们都知道了。志龙，你看看你都瘦了，你可不许再瘦了啊！你再瘦了的话，我会心疼的。谢谢你们对我们家阵容的照顾。嗯，好。来，医生，这些咖啡是给你们的。哎呀，哟，都有是吧？都有啊。谢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先工作，先忙，我先走啦。够狠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慢点。